請問咧，你有冇啲乜嘢好懷緬嘅已故明星啊？林黛啦，林黛佢活躍喺邊個年代㗎？我估計係60、70年代，佢有啲古典味啊，好卡式啊。張國榮，我出世嗰陣時，佢已經過身啦。方大同啦，冇諗過咁早就離世啦。依家啲冇以前咁典雅，好活躍啦，但係淨係得外表冇乜內涵。有冇啲覺得啊呢個有潛質嘅女明星咁樣呢？全智賢啦，宋慧喬啦。去咗韓國喎，好遠。最近傳出唔少明星逝世嘅消息，藉住嚟緊嘅清明節，發緊夢就同大家懷緬一下昔日嘅巨星啦。咁請問呢兩位有啲乜嘢好懷念嘅明星啊？方大同。好震驚啊！因為我有段時間好似冇聽啲歌咧，之後結果突然之間一上去錄，之後就見到佢過嘅時候。方大同啦，覺得幾 short 咯，因為冇諗過咁早就離世啦。單曲得最多次，特別的人咯。細個聽通常係愛同紅豆啦 ，Kobe 咯，係。中意佢以前打波個 style 咯，同埋佢係做好多慈善嘢噶嘛，睇到佢上場咧就可以俾到人哋一種好安心嘅感覺，好似有佢喺度咧就覺得冇問題啦咁樣。Pop Smoke 佢突然間死咗咯，打劫咯，俾人槍殺嗰啲咯。張國榮同埋梅艷芳，即係香港比較傳奇嘅歌手啦。梅艷芳主要係因為 cancer 而死，就覺得好唔抵咯。張國榮咯。有時候你真係覺得咧，你唔知點解一個人就可以唱到啲咁 touch 到你嘅心嘅歌咯。張國榮，我出世嗰陣時，佢已經過身啦，但係我覺得佢啲作品都係好令人感觸咯。佢走嘅時候好似係03年啊嘛，但我嗰時仲係2歲咯，即係我未經歷過嗰個位咧。但係我聽完佢啲歌咧，我知道大家傷心嘅位係咩咯。我中意佢一首歌叫《再戀》咯。如果俾你揀，可以去見翻一個已故藝人嘅話，你會揀邊個呢？梅艷芳咯，因為我唔開心，我會睇佢啲演唱會啊，永遠都係好搞笑。喂，400蚊飛，你想睇咩啊？睇晒2個人啊？歌好貴㗎，唔係咁易請到㗎。你係咪真係睇我啊？香港嗰啲咧，我覺得佢全部都係扮咯，但係梅艷芳嗰啲咧係真係發自內心，想觀眾開心咯。冇咩特別話希望再見到嘅，都過去咗，活在當下咯。喺個回憶入邊就係記住佢嗰個好就夠。我係覺得冇，因為我覺得佢哋喺生前可以留低呢啲嘢俾我哋，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嘅一件事啊，所以我覺得都冇咩遺憾。